我们的童话王子被征召当兵了所以今天没有出现。我们来自桃园的长官可以一起合照好吗？我们的老师跟我们村长来，我的造型师。不行，我们的剑不能提供，因为非常危险来，我们的长官跟村长一起过来。那个，来，美女，来，对，这个是历史的一刻好。哎，王浩辰，王浩辰。应该饿了吧？饿了吗？耶！西球买这个西球。再见。